接下来3天的连假呢，这天气是听讲袂歹，会当来到这高雄寿山动物园行行看看咧。在今年1月初呢，有一对水猪仔呢，生3只水猪仔囝，看起来真古水，按算伫咧28连假要和民众来见面咯。 看到8月完入来，3只古水的水猪仔囝就连面活过来洗奶。1月11才出世的3兄妹啊，感情真好，食困爽拢爱两做伙。短短过外时间，即摆已经有4公斤重啊。寿山动物园将今报名做利马、利拉、利松，希望园区的水猪家族会当一对接一对生，愈来愈大庞。对，因为小朋友就是很贪玩啊。然后有一次就是有一只小朋友在山屋展场里面的时候，他可能泡水泡比较久一点，结果大家都已经回家了。 然后那时候他一上来就很紧张，一直叫，一直疯狂的在到处寻找。然后结果这个时候呢，爸爸妈妈也都很淡定，结果是另外2个小伙伴过去把他接回家。因为这古水的，这讨人欢喜的。你敢有看到啊？有一只泡伫咧水内底，嘿，这古水的。啊，你敢知影讲咱寿山动物园啊，最近有新生3只水猪的囝？哦，有听人在讲，所以我来这看。啊，偷偷在找，不过。 敢若还未看到。民众专工来寿山动物园要看水猪，不过这么大的水猪园区找几步，拢敢若看到一只浸伫咧水底。这是因为寿山动物园的水猪目前敢若7只，拄出世的3只水猪仔囝拢也小可会惊青昏。平常时拢甲爸爸妈妈对调调，因一家伙啊，准备伫咧228连续假期要甲大家见面咯。这3只新出生的水豚小宝宝，那我预计在228当天就会亮相。那我们在3月1号下午会请保育员来跟民众分享我们这个水豚它有趣的故事。除了3只水猪仔囝，园区内底迷你种的梨仔嘛有生1只梨仔囝。今年拄开始就喜事连连，动物园也欢迎大家做过来看这的小宝贝，感受这份欢喜甲活力。记者柯家族柯超玉高雄采访报道。